来乡亲继续来看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，3月初5这个礼拜日就要来登场了。有来自全国各地将近2万的跑者做伙来走，其中包括295位来自39个国家的外籍选手。欢迎乡亲来到台南为选手来加油。 2023年台南古都国际半程马拉松将伫3月初5开始比赛，将近2万名跑者参加，其中有来自39国、295个外国选手。台南市长黄伟哲表示讲，将会传澎湃美心专业的救护团队，甲热情的加油团。这是有历来规模最大的5度半程马拉松，让你饱览这个古城的风光。台南市体育总会理事长吴志祥特别感谢港务公司开放安平港区，和跑者体验美丽海景，感受上届闹热的马拉松嘉年华会。为了确保选手安全甲计时准确性，3月初5早起5点起，要实施分段的交通管制。市政府体育局呼吁用路人配合管制时间。 有事没事赶紧转开华视，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，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